宋江镇哦，你看慈济宫上白胶了，还要加一个上面的上，业主绕境大殿。哦，研究你看台南大学的台文所还研究宋江镇青角金了，保生大帝青椒是福建漳州的，另外也有白胶呢。慈济宫呢主要是上白胶，主神呢是保生大帝。一般来说，唐朝的孙思邈，高寿呢130几岁了，是名医，后来成为保生大帝。然后到了宋朝，有一个叫吴涛，涛是一个大小的道，下面加一个十字架的十，念作涛吴涛，也是神医啊。然后归空以后被称为叫保生二大帝。你看保生大帝还有这种的分别，有唐朝的孙思邈，也有叫孙思邈，然后有宋朝的吴涛。涛怎么写？不是课本的本哦，上面是那个大小的大，不是木哦。然后底下是一个十字架的十，念作涛啊。你看，哦，中研院的博士呢，中研院的博士在研究宋江镇呢，谢国兴博士研究宋江镇，在台南大学演讲介绍宋江镇。那台南大学后来都参加那个高雄内门，像那个主持室内门、顺贤宫等等举办了那个创意宋江镇比赛，还曾经得到第1名。创意宋江镇比赛，台南大学还曾经得到第1名呢，表演得很好看。